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今年上大月超级满月，就伫个阴暗。啊，讲看这个大满月上介好的时间是等一个5:06。这嘛是月亮离地球上近的时阵。气象局讲，南部甲东南部会落雨，赏月条件较歹。啊，若中部、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看月亮的条件比较较好。啊，受到这个满月影响，年度的大漏水嘛对你来报道。西南部沿海地势较低地区，明仔载甲后日爱防海水倒流甲做大水。超级大月亮挂在天顶，这个景色今仔日暗时啊，搁要上场。虽望也毋是上圆的，毋过用目睭看，就已经圆。而且是今年上大的超级月亮，比今年1月月亮大13.5%。上适合看时间点，就伫咧等一个下晡5:06，也就是月球离地球上近的时阵。毋过民众敢无机会看到。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比较有持续性的降雨的情况，中部、北部、东北部、东部的话，可能赏月的条件是比较好的；在东南部以及南部的话，可能条件会比较差一点。气象局嘛提醒民众，受到超级月亮影响，为今仔日开始到15号，家人放的花爱加水。虽然屏东、台南、高雄和台东海水会涨起来，尤其明仔载到后日，西南部沿海地势较低所在，爱注意海水倒急，有的所在可以做大水。在台湾地区的话，除了西南风沉降之外的话，还有大陆暖空气的移入，因此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高温炎热的现象。安那里是又搁热，气象局嘛发布高温资讯，提醒花莲县到红灯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，宜兰和屏东嘛到柑仔树的顶号，嘛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。过道受到南风云系所以北平影响，南部地区开落雨，除了出外早雨线雨满。未来1礼拜，民众嘛是拢爱加注意高温的情形，加啉水，莫徛伫咧日头较伤久，较袂着霜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